一个叫魏龙，特地把这个允和应住跟应允和住提出来，那后学就接他的观念就非常符合真理。因为须菩提一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把无上正等正觉，把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那当我们也发现自己的那个常住真心，那么这个发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使它能够住掉了啦？怎么样才不会消失？然后在第17分是言说以后说不能有所住心一有所住我们的觉就亡。我们那个住，我们只要是住住相，我们的佛性就没起来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一点都不能住可是刚发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它留着掉嘞，卖无去，对不？所以这边呢我们一般呢都是允和应住啦。这个允和应住是在第17分，这边应该是那个应在上面，应允和住，应该怎么样使它住下来？各位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或者呢特地呢研究《金刚经》可以说非常久的时间啦，差不多都算这个20-30年都是在研究《金刚经》，所以里面都滚瓜烂熟的，所以有时一讲，或者就讲说不用这个只要原文就好了，不用版本。那各位看或许写的那个那个是后期的时候后来才写的啦，之前没有都没有这个这个讲义都没有写。那有的这个不是道亲一般的社会人士看到或许写的那个金刚经就会说哎呦里面讲得很好嘞就能够接受了。那个因为是坐着慢慢写所以或许写好了以后也没有拿那一本来讲，那一本就是要给各位在家里的时候慢慢的去体会那在讲解的时候呢就是讲大意重要的重点我们能够抓得住那里面的详细细目呢就各位可以回到家的时候慢慢的加以研究，慢慢看，慢慢消化。那因为好像有的人都还没有有吗？有那个或许写的那一本吗？有的没有